山顶的好朋友，大家好。我之所以入去南港，去做这个农务教化这个工作，就是因为这个台南地检署的检察长詹永福先生的关系。詹永福先生以后是变做法务部长伊当时是台南地检署的检察长。因为透过朋友的关系，伊知影讲我迄阵仔呢有成立一团市种合唱团啦。当时呢有即款的团体做即款工作的人可能也诚少，所以伊也诚好奇啊。所以呢，透过朋友的安排，讲要请我一当青草啦所以呢，就去即间饭店。真正办了诚青草讲甲我熟悉即个食饭的中间呢，伊就提起讲，你敢是有一阵遮的视障的朋友的合唱团？我讲有啊，迄阵仔拄成立特别第二档，伊讲敢会当来即个阮南港做即个义演我知影伊就是要探阮即个团的虚实啦我当然就甲答应讲好答应好了，就是去南港安排一个时间伫遐要来演出。当时呢，监方呢就有安排差不多600个遮个同学来欣赏一条音乐会。即条音乐会演唱中间呢，检察长詹永福先生安头到尾拢总参与，坐伫第一排的座位伊就哪听哪额头壁向遮同学看逐个反应所以伊安尼转头过来看遮同学的时阵，有发觉足侪同学拢咧七目屎。伊就感觉讲，这其中必有缘故啦所以伊这音乐会了，就马上呢发展这个问卷调查啦这个问卷调查，大家填意见了后，伊回收出来统计这个数字，就是讲有差不多76点几的这个%度这同学拢讲这个节目足好，这个团体真好应该呢将这个节目来推荐给全国的遮个同学有这个机会呢共同来欣赏所以伊就有一个灵感继续佮甲我研究讲是毋是来做这个甘肃的这个巡回演出讲诚好因为这个有意义啦用这个目睭无看的朋友的歌声唱出因的心灵的声音应该是会拍动遮个同学的心，互因感受着讲目睭无看的人，都会当安尼拨时间来练习音乐唱甲遮尔好咱这好脚好手的过来安尼咧对社会造成这个困扰会当来启示互逐个会当讲想讲咱应该来改变对这同学有一个帮助所以迄阵仔讲要来个巡回演出，我讲诚好，伊就问我讲这个演出经费安怎我这若无经费都根本袂叮当啦我定讲一句，艺术若甲企业界会当合作，对社会最大福利啦。因为
艺术家家己会晓创艺术，像我家己会晓创音乐，其他我拢袂晓，也袂晓做生意，嘛无咧生产啥物代志吼。所以即个收入方面啊，经济上当然就是有一个困难。但是现一个文化活动啊，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开支啦，亲像海报啦、节目单的印刷，遮来演出人员的食食、交通去远路都爱带名，遮种种呢拢总爱开支，搁再阮即个团员若有演出，我嘛着爱付一寡演出费互因，加减讲来帮助即个市场的朋友的经济生活，无伊嘛是弱势中的弱势有工课做的，就是去做按摩院啦无工课做嘛是规日咧厝里咧，所以有种种遮的经费问题，所以呢，陈永福先生就讲，安尼要安怎？讲爱着看你啦所以伊就亲自出面去甲当时的文建会以后改做文化部，文建会呢去讨钱就对啦。去讨是当然诚顺利啦，因官对官咧讲话一句话就好势。咱了百姓讲啊1000句100句就无啥物碍拗着所以呢，伊即摆去讨，就讨着70几万啦。70几万，我着讲若安尼，就会当来做南部7县市甘肃的一个爱心送的演出。我着定即个计划南部7县市你若像台南、南港搁即个看守所，搁遮即个少管所，到山上即个外一角，都4间呢，高雄看守所、监所，就2间就6间，屏东嘛是监所在即个看守所，都8间啦。所以我想爱拄遮8间拄会使做一个cycle做一周啦来送个演出，就是照这计划安尼行。所以我若去演出的时阵，就是安尼食就是甘肃因或者同学食的即个饭拢菜拢共款若有带名的，就是带伫即个教学长或者即个宿舍教学长宿舍拢袂歹拢诚侪套房大部分的教学长拢无住伫因内底拢是转去厝里无住伫即个监所内底或者即个宿舍所以阮安尼会使讲嘛诚方便啦诚方便。所以第一摆呢，即个演出就足顺遂各方面的反应也诚好陈永福先生伊就知影讲这有价值有意义，应该搁来办。所以第2档的时，伊搁来征求我的同意我讲嘛共款这问题，得有经费无经费就袂顶当时。所以伊搁亲自出马，搁去甲文建会讨迄个时阵呢，马英九是法务部长即个文建会的即个主委呢一个姓苏的小姐所以伫迄个要巡回演出的时阵就是即个文建会内底呢，就讲办一个全国的记者招待会马英九本身呢来主持所以报纸大细地看啦第一摆去巡回演出的前嘛是因为即款的做法，所以呢，伫即个迄阵是84年，民国84年，所以就安排李登辉总统就召见规个全部入去总统府去向总统见面讲话，搁一只唱歌互即个总统听所以伫遐呢诚圆满所以第2档的时阵呢各方面的反应袂歹，
所以文建会呢拨110万，哦，哇110万，我就讲按安尼吼，我就会使来走全国，哦，他在第二档啊，走全国的甘肃这爱心协会演出，哦，安尼踅台湾一周啦，哦，啊我拢做司机吼，为着要节省成本，啊我做司机吼，安尼踅。啊，所以遮个代志呢完成了后啊，吼，即个陈享武先生，检察长，伊就灵感来啦，就讲有感受到即文艺吼文化，来即个对遮个同学的即个矫正感化作用有相当的即个帮助，所以昨讲吼，伫甘肃内底要来开美术班、音乐班吼书法班，迄当时拄啊台南呢，逐个拢号称阮三剑客吼。美术就是韩明哲先生啦吼，伊拢加我10岁吼，即嘛伫个94、5岁吼。书法吼，就是潘景夫先生啦吼，即拢诚大牌吼，诚大牌。音乐就找我安尼，所以阮三个吼，老公仔飘吼，都开始伫南港遮，就入去内底咧来开即个班吼，遮上课。结果呢，即个潘景夫伊身体较无遐好吼，就讲诚疲劳啦，所以伫遐教差不多半冬了吼，都无阁继续落去啊。韩明哲老师呢，因两个年纪拢白济吼，拢加我10岁。韩明哲老师呢，伊阁继续，继续啊，差不多伊伫遐教1冬外，嘛感觉讲诚神啦吼，就无继续。敢若我吼，即个音乐的工课，我安尼按头到尾坚持，我入去是用啥物呢？用合唱团的方式，来甲遮个同学斗阵啦，所以呢，伫遐一教，教呢得要30冬，得要30冬，安尼，这就是我拄好有即个机缘，通入去南港去做即个荣誉教诲师的即个经过。